的中医课讲解班、中医五级班2班连演。首先为大家带来木不种桑混养。 各位男应该先生，你爱小生来谈，爱那无讲起最易样，若是甲生开唔出，也甲学人多先生，专门把鼓励就乱乱拍，很多人来抢唔敢讲太傻，很多小弟来就是爱理念是不简单，把事看出，亲爱太先生啊！ 嗨，先生，各位贵宾，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大家好。咱们马上这台上戏班，底下戏班的不悠闲，不悠闲可来不赢。按钮啊，提供还有这个水做成的，你们这个叫星光三叶广场，哇，一山一块，按到年喽。 我要做个白人，你过来这个成绩好多嘛？第三天啊，三天是啥？喂，三天礼拜一都才天嘞。虽然第三按讲，按照就是钱，一样哦，一样啊，一样啊，就是回事什么呢？讲不啦？ 热烈的掌声来欢迎！身中。
我们父母对我们的关心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长春客家歌谣班的朋友。